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今仔个来到主的圣日。今仔日咱要三合主接伫遮来思想神的恩典，来学习圣经当中的假使，求主帮助咱。咱拢知影，这个时世界疫情抑阁厉害。感谢主，曼尼拉这个区域有落去了，这疫情较少了，主要是伫外省的人即阵较侪，所以咱为因祈祷。其他的国家，咱知影抑阁有真侪国家疫情抑阁是真厉害，所以咱伫祈祷当中来纪念因的需要，纪念因的情形。我想，抑阁有的人伫生活抑阁真艰苦，工作为着工作，为着伊的身躯的软弱病痛，可能抑阁有的人伫医院当中来接受治疗，求上帝帮助因，减少因的痛苦，早日恢复健康。当咱这个社会早日恢复正常，咱求圣灵的感动。借着这个疫情，凡事拢互相效力，有上帝的美意当中，叫人着反省家己的生命，应该怎样来到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做因的救主，能得到永远的福气。咱伫这个世上拢是暂时的，无论生活怎样好，怎样歹。拢是暂时的。最得重要就是相信耶稣伫咱的心内永远的迄个保障。来感谢主。咱三合阿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来到你面头前来祈祷。主啊，你知影，阮人伫世间的忧伤痛苦，有一个问题，有诶伫病痛当中，有诶心中会惊吓，忧愁挂虑，你拢知影。阮相信这位全能诶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诶主。伫洪水泛滥诶时节，耶和华上帝仍然坐伫伊诶宝座顶面，永远做王，永远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我若是信靠伊的人，就有福气了。求天父上帝伫怜悯在伫苦难当中的人，给天因的信心，减少因的痛苦，互因伫这个时节来明白上帝做因的救主，将福气来临到因甲因全家。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你，求你的圣灵做工。借着你的话语来感动阮，佮明白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甲伊的学习，伊所要叫阮做的代志，阮感谢你，求上帝你甲阮同在，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
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世角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世角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他是我们的神，他是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他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有权威荣光，他有恩典慈爱，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各位兄弟姊妹，拄则你所听到的这首歌有一位神，但啊，伊的音乐真好听，伊内面搁较有意思，伊的内容，伊讲有一位神，当然这个世界宇宙当中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伊有权能，能力、权柄甲能力来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伊也有迄个温柔用温柔的双手来安慰咱真侪人受伤的灵魂有个人伫生活当中拄着困难、拄着问题、受伤伊来安慰咱。有一位神
有官兵来审判世界的罪恶，咱感觉这个世界的罪恶非常厉害啊！为审判官，世间的审判官无够业公义啊，无够业迄个智慧，所以有时会判毋着吼。所以有一位有权柄、有聪明智慧，上帝就是伊是审判一切罪恶啊！伊也有用迄个慈爱来体贴咱的软弱啊！咱人有真侪软弱，上帝体贴吼。虽然咱现在也阁是伫疫情真厉害的时节，有的人的生活也是真艰苦啊！但是咱知影。这个无论生活苦还是好，咱知影这拢是暂时的，拢是暂时的。求主特别怜悯，伫咱需要的时阵，伊供给咱的需要。咱有一位的神，实在是真幸福真宝贵。咱着好好保守来顺服，来听上帝的嘴，咱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咱今仔日要讲到一个题目就是以色列人还是犹太那个流亡伫巴比伦伊的题目是流亡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为什么会流亡到外国呢？为什么犹太会灭亡呢？这是咱今仔日要三甲来研究、来讨论的代志。有人安尼咧问这个问题伊的问题是安尼说：敢问天下苍生，谁伫咧掌管人间的普点？敢问天下的苍生，苍生就是老百姓百姓人。天下世界的老百姓，谁伫这个世间咧掌管这个世界的人，叫国家的普点。普就是兴旺起来，点就是败亡灭亡，还是衰落普点。咱人生有真侪普点为生理真好的时阵，哇，咱就普起来。点的时阵，哎呀，生理无好几点咯，失败咯所以普点。这个是讲到咱人伫这个世间无论什么代志大小还是这个国家，有真侪国家会兴衰败亡、兴衰灭亡谁到底伫咧掌握这个普点？这命运的代志咱知影现在的世界这个历史上有真侪大国小国有诶历史上的一个帝国伊统治世界带来将军事去消灭一个国家互一个国家带来了真无平安、动乱杀人放火抢劫。咱伫这个近代史顶面咱拢会看到即款的情形有一家强的去的国家去欺负弱小的国家所以因就伫遐咧做帝国，将迄个资源那个抢夺过去让别个国家边境所以咱伫即个世界顶面会看到在历史在情形咱虽然毋知影即句话是对什么所在来，但是凡也是有关心世界历史的人拢会问即款的问题到底这个世界谁伫咧掌管这个世界的普点，国家的兴旺衰落，谁伫咧掌管伫今仔日的信息当中咱是要讲到即个。以色列，咱过去有讲到，甲巴比伦，以色列叫犹大怎样灭亡伫这个亚述叫巴比伦的帝国内面为什么会灭亡上帝为什么拖出来代志发生呢？
甚至上帝要教训因啊，学习属灵的功课啊，来兴发因，为着因啊伫苦难当中会晓向神祈祷，会晓咧归回上帝的怀抱当中。所以这是今仔日咱所要讲的。那今仔日所要讲的是主要集中伫但以理书一本册内面啊。咱知影但以理书到底是谁啊写的？就是这个但以理先知所写的。伊写这本册的时间吼，这个日期啊，大概是公元前605年到536年啊，公元前BC 啊。那么但以理伫十几岁时阵，就托外国人啊，北方的一个叫做巴比伦国来侵略到犹太国，将因的城攻破，将因的城攻破，然后呢，将伊这个少年人叫有其他的少年人，身躯较勇壮的，较有聪明智慧的，甲伊掠去外国就是比邦比罗掠去外国，就是巴比伦国。那么这个但以理伊是一个皇族的囝儿皇族的后代伊这个巴比伦但以理伫伊的经历当中伫去避掠去外国的经历当中伊经历到3个国王头一个就是尼布甲尼撒，第二个就是伯沙撒就是巴比伦最后的一个国王，也佫有一个古列王就是波斯的王经历到这3个。那么伫伊的经历当中伊有经历到2个大天使大天使长的服侍一个叫做加百列，一个叫做米迦勒Gabriel 叫Michael， 这2个经历到这个大天使对伊的帮助这个但以理伊是虽然是少年，但是伊真有智慧，又聪明而且伊佫有真有信心伫伊的伫族内甲伊的经历当中发生了真侪神力奇事。伫圣经当中有5个时代是用上帝用这个神力伫迄个时代要彰显这个甲约书亚的时代有真侪神力发生，就是借着神力来证明这个时代是一个律法的时代开始那么以利亚交以利沙的时代也受真侪神力奇事的发生，就是上帝借着所神力奇事来证实这个以利沙甲以利亚这2个先知是神所命定的为着要来带领，要来启示这个上帝的旨意。那么但以理是同款要启示真重要的代志所以来证实是一个真特别的时期。有耶稣甲伊的门徒的时最后，咱也看见真侪神力奇事的发生，就是要证实新约的开始。那彼得交保罗也是时代也是真侪神力奇事，为着是要证实伊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开始毋但上帝福音的借着犹太人、以色列人来传出去，是伊也要传托外邦人所以用真侪在神力奇事，借着彼得交保罗实行出来所以真特别。今仔日呢，咱来讲到这个犹太被这个巴比伦攻入去，来毁坏因的城，毁坏圣殿，将物件宝贝咱的抢夺去
啊，而且是烧杀，就是放火烧哦，杀死百姓咯，将身躯较健康的、较有聪明、较好的，甲伊掠去外国来做奴才就这个时代咱知影，咱来温习顶摆所讲的犹大国就是南方的这个国家，经历到3摆第一摆就是伫这个约雅敬这何雅敬这个来讲那么但伊呢就是头一摆来讲伊讲这个犹大国的时阵，批掠将因一个青年人也是带到巴比伦。第二摆是 under 这个约雅郡是伫主前597年的时阵来攻城，是将耶路撒冷的迄剩的物件不去宝贝物件。到第3摆也是同款是西底家王的时阵，是罗马王这巴比伦过来攻城，佮攻耶路撒冷圣殿物件抢夺去将迄人掠去做奴才，迄较强的、较弱的留咧精残掠咧精残棒的做奴才，好的掠去因的国家做奴才。那么咱知影经历到犹太人有3摆披这外国的巴比伦来毁坏、侵略甲因灭，将百姓掠去外国。那么这个王尼布甲尼撒咧做王的第2年伫伊的内面发生一项真重要的代志。这项什么代志呢？就是尼布甲尼撒做王的第2年伊做了一个梦，真奇怪的梦。伊梦去了心内真烦乱，真袂爽，无快活，也袂困，袂困。为什么呢？因为伊梦了，将迄个梦境袂记咧咯。梦什么？梦去什么？袂记咧。咱真侪人也是同款，真侪人梦了，你去想昨仔梦什么都真水但是袂记咧，你去详细的代志袂记咧。这个王也是安尼伊敢若真爱烦恼袂困咧，伊知影这个梦可能有真重要的代志要甲伊讲可能是对伊的国家，还是对本人的生死问题，还是因的国家兴亡的问题，所以伊爱知影，但是袂记得咯毋知，所以心内真烦乱，心灵就无平安心灵无平安，袂困王这个王第2日就起来，就将因国中因国家内面所有的这个行这个邪术的行法术的行种个星象的看星象的天顶的星的看命的也是行邪术法术邪术，就是高贵的这个代志在外国的国家真常有这个代志，甲伊调集来王就甲因讲说我做了一个梦叫因甲伊讲，请你甲我讲我梦是啥物，并且就将这个梦到底是啥物意思，甲我解释。这个人来到王的面头前真惊吓毋知要怎样就甲王讲说王你这个梦真艰苦无一个人无一个从来都毋捌有一个王梦记一个梦毋知影要怎样讲，无甲我讲，我要怎甲你解释呢？这王甲伊讲你若无将这个梦甲我解释，无甲我讲我到底梦去什么物件恁这人要将恁杀死，要甲恁处理一款真大的刑罚，叫做凌迟。凌迟的意思就是将规身的在死肢甲你站起来
还是伊会虾咯、鱼啊咯、屁咯，跩一块一块甲你刮起来，一直来痛苦到死啊！而且要将你的厝哦，恁兜的厝哦，要甲伊毁坏啊，毁坏，到你逐项皆无生命也无。但是你若甲我讲，我到底梦什么啊？甲我解释这个梦到底什么意思？我就要互恁享受，互恁真侪物件啊，互恁真侪钱，要互你的地位啊升起来，互你得到尊严啊。但是跩加勒底人啊，加勒底人就是代表因个国家的这个形象家咯，会解释梦的啦，行写实的各款的，跩奇奇怪怪的代志哈。甲伊讲王啊，阮无法啊，真艰苦啊，恁着将梦甲我讲，讲了我才解释，但是你梦都袂记咧咯，我要怎啊解释啊？无人有法通做即款代志啊，王啊，只有一个上啊，除非是天顶的神啊，这个神无叫人徛做一个这个神灵啊，除了伊啊，无人有法通将王的梦甲解释。甲你讲出来，只有天顶的上帝甲你讲安尼，王啊非常生气，就下命令，说将这个全国的这个特使啊，特使就是有聪明智慧咧，跟国家办代志的跩人啊，要将跩杀死，饲恁无当用啊，国家大代志的时阵，恁无法通帮助啊。所以要将下命令，要将跩术士啊，但特使啊，甲你杀死，哲士就是有聪明智慧的人，伫伊国家来服务的连包括啊，但以理交伊三个朋友啊。所以这个消息啊，这传出去的时阵这个但以理知影这项消息的时阵到底伊的反应是啥物呢？所以伊就来到讲这个。王叫一个叫做护卫长啊，是一个 guard， 一个军队内面的真重要的一任的人啊，甲因讲啊，出去将迄术士啊，全跩特使啊，将跩咱请伊来，伫咱的王宫内面，伫咱国家咧办代志的跩人啊，甲因杀死。这个但以理就讲迄一个护卫长讲啊。是为什么王的命令较早急啊？毋就互阮一个机会，互阮有一段时间阮才有法通答复你。伊就讲这个护卫长讲啊，这护卫长啊就甲伊讲啊，为什么是原因啊？是因为这个王啊忘记这个梦，袂记得咯，佮要叫人甲伊解释，佮甲伊讲这个梦是啥物款的梦。这个真艰苦，所以无人有法通解答啊！所以伊真受气，要将在国家内面，甲伊庙，甲伊做代志的跩人甲伊杀光啊！将跩但以理这一挂的人啊，要甲伊杀死。所以但以理听到这个消息啊，伊就讲王讲，讲王说王啊，请你宽限规律互阮批判的。我才有法通将这个梦甲你讲，并且将伊的解释要甲你讲，所以后来伊就王文准的宽限这个时期，但以理就倒去因兜徛起的所在，就甲伊三个朋友甲伊讲，咱为这项代志祈祷啊，咱来到上帝面头前来祈祷，这个是真项的大代志。是无命的这个危险啊，这个大代志啊，所以因就祈求上帝怜悯祈求上帝怜悯因，将这个奥秘甲因显明，甲因讲免得但以理交伊的朋友，交伊迄全国内面的其他的迄同工会去杀死，所以因就走遐祈祷上帝，甲伊显明这个奥秘。后来祈祷了后，上帝就黑暗甲因讲圣经就是安尼讲伫第2章的19节
到23节讲，是即个奥秘的代志啊，就伫伊迄个暗暝啊，伫异象当中啊，共但以理来显明。但以理听到即个消息，上帝甲伊讲，甲伊显明即个梦甲即个梦的解释是啥物？伊非常的感恩，就来到上帝面头前啊，来阿罗颂赞上帝啊。所以但以理伫20节安尼讲，但以理讲，伊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对古早到啊到永永远远。上帝的智慧甲能力啊，是在乎伊啊，是在乎上帝满有能力甲权柄，说落去真重要的。讲伊说，上帝耶和华，伊是改变时节、改变日期、辉煌立王啊，将智慧赐予智慧的人，将聪明智慧，将聪明赐予聪明的人啊。上帝是显明深奥隐秘的代志，知影暗中所有的代志，伫光明也是甲伊三角徛起。伊23节讲说，我列祖的神啊，耶和华，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将智慧甲才能赐予我允准我阮会祈祷将王的代志向阮指明了，所以感谢上帝向因指明这个梦甲梦的解释那么其中这个21节真重要，也就是解释。咱昨仔头一句，咱昨仔开始的时阵，咱问一个问题，说敢问天下的百姓人上伫咧掌管咱这个人世间的甲国家的铺陈咱人世间的所有代志的铺陈，兴旺国家的兴旺衰败，所以代志到底上咧管所以伫但以理书第2章21节就甲咱讲，伊说耶和华改变时节、日期、辉王，辉就是将这个王甲你铁质无通做王咯，甲你废去第过来就是立王，伊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旨意，看到这个人好，伊就立伊做王，做一个国家的王。所以咱今仔日知影世界有真侪国家到了这个合乎上帝的旨意的，要兴起这个国家，还是要互这个国家灭亡立王、废王，拢是在乎上帝的旨意当中。所以现在互咱看真清楚咯。独上帝耶和华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伊是真神伊的旨意要立上做头，要废上做头，拢伫神的手中。所以咱今仔日看起这个世界历史上有真侪代志拢伫上帝做王直到永远。所以来看但以理怎将迄个梦共王讲所以但以理就来到王的面头前甲因讲，是王上帝讲我显明你的梦咯，我要讲咯。所以但以理就来到神的面头前，就回答王讲：你诚实会晓解释我梦去啥物？甲解释这个梦吗？但以理伫王的面头前讲是王所问的这个奥秘的代志是咱国家当中所谓什么结事咯，所谓法术士咯、术士咯，管这个天顶的或星，或星象家咯，跩拢无法通共王跩讲到这个秘密这奥秘的代志。说了这句8节，伊讲只有一位伫天顶的神有法通显明奥秘的代志。伊已经将日后就是将来以后要发生的代志来向王指示了，来指示尼布甲尼撒王所以上帝互你忘记这个有真重要的代志，关乎你的国家，关于将来的国度
什么款的国家要来掌管这个世界的在当当时的历史的在国家所要发生的，上帝已经向你启示了。那么，咱今仔日就将这两段的圣经来小可读者，互咱更较清楚读这篇。所以，但伊哩就讲说王啊，你忘记一个真大的伤，真大的伤这个伤真悬极其光耀，真光，佮真大声徛伫你的面头前，伊的形状真惊人伊说这个伤头是真金所做的。真金，那金有好的金、歹的金，这个是真金所做的那么刷落来，伊胸甲两只手是银所做的，腹肚呢，甲腰是用铜所做的，伊的腿呢，双腿呢，骹腿是用铁做的，那么骹这个腿甲骹无相腿是顶面的，骹就是下骹咯，骹是半铁半泥土所创的。伊说你观看的时阵，你咧看这些大仙人的时阵，忽然间有一块毋是人的手所压出来的一块石头伊就拍伫这个半铁半泥的骹的顶面，就将伊甲你舔落去就是变做喙去了，所以这个金银铜铁甲泥土这些人互一块大块石头砸破去了，粉碎去了所以诚做亲像啥物亲像夏天的这个像河肠就是咧像咧创这个米咧加米的时阵，或切壳伫风安尼切，亲像粗糠互风切去安尼，这个世界会做代志做铜铁金银铜铁泥的时阵就。亲像坑安尼很轻松的，就切无影无踪咯，无得人切咯。伊说要拍打碎一大仙人一块石头就变做一个大山就充满了这个普天下，充满这个天下，真奇妙。王会忘记一款的奇怪的代志，一仙人很大仙，伊的这个叫做是铜这个金银铜铁泥，就是这仙大仙人制作。然后一块石头对天顶落落来，甲你舔落去，甲你砸落去这规仙的这个人像金银铜铁泥拢总粉碎去，较无半项去然后这块石头会变做一块。大山充满了天下。说王你忘记就是安尼至于迄个忘的解释是安尼说王伊说你是代表迄个金的头因为你伫咧统治的时阵你是天顶天顶的神要将这个国度权柄能力尊荣要赐予你原来世界顶所徛的地顶的遮野兽咯，甲空中的鸟咯，上帝拢交托你来管互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迄个金的头，但是呢，伫你以后要兴起一个国家，无亲像你遮厉害遮辉煌不及于你。这个就是银的国家，银的帝国。说还有第三个国家起来就是铜呢。这个铜也是要掌管天下这个铜就是代表伊的这个腰咯甲这个腹肚咯。第四国
说亲像铁啊，要兴起来，要打碎这个百物啊，要压碎、压碎一切，迄个国家要将别个国家甲你压落去，啊，以后呢，会阁看去这个铁甲土啊，铁甲土联合起来，啊，一半铁一半土，迄个国家也是要分开、要分裂啊！啊，伊说王啊，你既然看到这个铁甲泥吼，会掺杂起来，啊，迄个国吼也是有迄个铁的力量，啊，必定有这个铁的力量，但是迄个骹的砖头啊，却是半铁半泥啊，迄个国也要安尼半弱半强，啊，半弱半强。你既然看起了这个铁甲泥来掺杂，伊讲将来迄个国民啊，也是的确要有各种的掺杂，国家内面有真侪掺杂的各款的民族啊，却无法通彼此来配合啊。将来迄个有铁有泥的国家啊，艰苦配合，上好相处，艰苦啊，正亲像铁甲泥啊，无法通相合相合一样啊。当迄个列国列王在位的时阵，天顶的神的确要力量这个国度是永远袂歹的袂败坏的，也这个国家也袂归托别人别个国家，就是伊是家己以后却要拍碎来消灭一切国家，这个国的确要存到永永远远。伊说你既然看到这个毋是人所创出来一块大石头对山出来要将这个金银铜铁泥这个国度甲你砸破甲你创出粉碎去迄个迄块石头就是代表什么？至大的神，就是代表神要来将这个世界的历史跩王国甲你毁灭。要将后来必有的代志要显明，互你看。哎呀，咱今仔日历史已经过去了。当时拢有代表这个头是代表巴比伦国，是伫这个巴比伦国伊会存留伫世界，就是伫605年到539年公元前。后来这个国咱看历史就另外一个国家起来，这个是啥物国家？咱知影今仔日，因为这个历史咱现在已经经过了，就是波斯甲马代帝国 Persia and Medes 就是539年将巴比伦灭一直这个国度存留到331年 BC 这个就是银。咱知影有银伊讲有两支手骨就是代表什么呢？波斯甲马代两个手骨刷落来就是东的北都，就是希腊国Greece 这个 Empire 是公元331年到168年公元前刷落去是铁咯，铁就是代表罗马帝国真强，因为军事罗马帝国军事甲律法真强，所以伫历史上称呼罗马是一个铁政的政策所以是代表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是168年 BC 到476年 AD 代表这个腿，这两支腿敢若咱两支腿是铁的呢？是后来咱历史上咱已经发生了，就是东罗马甲西罗马，就是东西两个帝国来管理当时的世界就是东罗马、西罗马，是这两支腿铁的腿，是代表这两个帝国罗马的帝国。到刷落去到骹的时阵，就半土半铁，意思就是半强叫半弱的国家将来要合起来。咱伫历史上咱看到这个苏联
迄个苏联的时阵是真侪国家联合做一个，但是崩溃了，所以来容纳入来即个欧洲即个国家在帝国联合起来，所以有半弱半强，或者是说另外一个制度政治制度，甲另外一个政治联合起来，因彼此也毋是真好势，配合真好势，所以这是以后所要发生的，所以是对巴比伦时节到将来要发生的，到罗马的时节已经是2600几年啊，以后还佫会连续到什么时节，迄块石头要添落来，将规个即个人类的国度，甲这帝国也要毁灭啊！就是讲到将来一日上帝末世会降临伫这个世界顶面。咱今仔日啊，明白这项代志是啥物呢？上帝来掌管这个天下的普丁啊！所以咱属于上帝的囝儿啊，是真有福气的。世界的一切无论是强的，无论是富的，是强的，是弱的，拢要过去。咱来看起这个历史上这个巴比伦这个波斯这个希腊这个罗马最后这个时代拢过去了，袂阁回头了。咱今仔日有真侪这近代史咱看到这个西班牙的兴起，葡萄牙的兴起，到底去吞食别个国家，抢劫别个国家的物件。英国的兴起，帝国的兴起，侵略真侪国家，将别个国家掠去做殖民地，后来德国起来，拍死真侪人伫欧洲佮日本帝国起来，也是伫亚洲内面拍死真侪人，抢劫真侪人落尾伊也是落去了。现在佮有另外一个帝国起来了也是到底大家去真侪国家作乱互真侪国家无平静真侪在经济受到破坏真侪在到第时这个国家要灭亡，伫上帝的手中，咱毋知影，只有上帝知影所以伫这个世界的历史当中，到今仔日上帝所托咱的启示当中咱要学习一项属灵的功课。什么功课呢？下面几点，头一点就是伫犹太人的历史当中这犹太人被这个巴比伦攻破，会灭亡，将圣殿、圣城毁坏伫这款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犹太人受到痛苦的时阵，百姓被掠去有启示讲说70年会阁活倒来，但是伫犹太人这个时阵的心中讲啥物？是毋是上帝将阮袂记了呢？是毋是上帝将阮袂记了呢？神要借着但以理为着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王来解梦，来解释这个梦，是要互以色列人叫世间人这个启示，这个真理，就是啥物呢？就是讲耶和华神是人类历史的掌管者。但以理向尼布甲尼撒来表明但以理第2章28节说，只有一位伫天顶的神有法通显明奥秘的代志。上帝已经将以后所要发生的代志来讲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显明出来，启示出来。所以这个世界的普丁也阁是上帝知影，伫上帝手中。诗篇29篇第10节安尼讲，伊说当洪水泛滥的时阵，耶和华坐着要宝座顶做王，耶和华坐着做王，直到永远。这个洪水泛滥是代表什么？代表灾难的时节，代表百姓人会困苦流离或者是互这个恶人罪恶的人来掌管迄个时代，还是迄个国家。上帝知影，上帝看去，
上帝永远坐咧做王伫伊诶宝座顶啊，伫权威上帝诶权威，伊诶宝座是上帝诶权威啊，伊上帝抑个控制，抑个坐咧遐做王。原来是倚靠上帝，到最后呢，上帝得胜啊！所以咱做信主的人啊，基督徒啊，咱有时爱伫这个洪水泛滥的时节，意思就是咱也是有苦难的日子是讲到苦难的时期的时节，上帝袂将咱袂记咧。亲像上帝袂将以色列人百姓袂记咧，上帝所托以色列人拄着这代志，是要训练因，也是上帝的管教，为着是要叫因悔改，活到上帝的怀抱当中。啊，圣经上的上帝讲说，我听我的百姓哦，将因怀揣啊。在我的手中，怀揣的意思吼，就是甲抱咧，保护的意思。有时阵啊，咱人啊会忧愁挂虑、担心、惊吓，敢若真呢？忧愁的原因，甲惊吓的原因，是当一个人吼，还是信主的人啊，对上帝的保护，甲上帝的关心，甲上帝的疼吼，失去了信心的时阵，的一个结果就是啥物呢？挂虑、惊吓。所以咱人若对上帝失去信心吼，惊吓就会来，挂虑就会来。咱看到主耶稣叫门徒坐伫船顶，伫加利利海的顶面啊。加利利湖的顶面啊，拄着大风浪的时阵，迄门徒行半小时来到主耶稣面头前，耶稣伫船咧伫咧困，伊说：“耶稣啊，救阮啊，阮咧要无命咯！”耶稣醒的时阵，责备恁这无信心的人啊！恁的信心真小啊！伊就责备风甲浪，风就停了，鹰波浪也是平静落来了，平静落来了。因失去因惊吓，是因为对上帝无看到上帝主耶稣甲因同在，就失去了信心。咱啊，对于但以理学习一个属灵的功课，啥物啊？但以理真爱祈祷，伊拄着问题的时节啊，伊就祈祷。伊平时就真爱祈祷，一日有3摆的祈祷。等于一摆拄着这尼布甲尼撒要将这青年人啊，这术士啊，甲这哲士啊，要甲你抬死的时阵，伊开始就来找伊3个朋友，甲伊相合祈祷。所以因是一个祈祷的，经历祈祷有可能改变代志，改变环境，改变人的心。第二，咱要向伊学习的，就是但以理将荣耀归到神。上阿该过梦，毋是我熬啊。是上帝启示我，上帝将这项代志显明互伊知影，所以伊才讲王讲，所以归荣耀互神。当咱为上帝做啥物某项代志的时阵，真有成就的时阵，咱应该着将荣耀归互神，毋通归互家己。那谦卑的人，上帝要叫伊升权；骄傲的人，上帝要叫伊降价。佫一项就是伊真有信心，圣经讲，因为伊信靠伊的神，伫灾难当中，伫苦难当中，伊仍然信靠耶和华上帝。感谢主，那么咱知影这个马代波斯的王啊，下一条命令，就是30日内面上牙若看到上牙咧祈祷，向人讨物件，向因的神要求讨物件，伊就要甲添落去这个狮的坑内面咧，互狮妖的狮甲食落去。但是伊无管，伊照顾一日3摆伫神的面头前祈祷，
上帝听伊的祈祷。伊伫3个坑内面吼，无土跩枵会使食落去，因为上帝派天使来保护因。所以兄弟姊妹，你若伫患难当中吼，咱继续倚靠上帝，上帝袂放杀咱，上帝甲咱同在啊！这只占至勤的苦楚，为着要成就将来的荣耀，咱继续兄弟姊妹，继续群地主、辛苦主，咱心中就有迄个能力、有迄个信心、有迄个平安。咱三个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借着今仔的信息来提醒阮，虽然风水泛滥的日子，亲像阮伫苦难当中的日子，阮仍然无惊吓，因为耶和华坐伫伊的宝座顶面，永远做王。这是阮的信心，也是阮的鼓励。求上帝甲阮同在，帮助咱兄弟姊妹听到这篇信息了后，互因的信心增加。知影上帝的慈爱甲信实无离开因，也为着怀也未信主的人，即阵伫苦难当中，因会晓得来祈求神呼叫神的名，就要得救。或若是信靠主耶稣基督做伊的救主的人伊就要互因永生，上帝永生要临到因并且诚做上帝的儿女，伊一生有上帝的恩典甲慈爱均得着因。感谢你，求主继续甲所有的兄弟姊妹，各怀信靠主的人同在互因伫苦难当中，靠主的恩典得胜。我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